佢咧係擁有100年嘅光學嘅歷史，度數佢好精準嘅，佢可以精準到1度。我呢度好方便嘅，就係羅湖口岸，你出關地面直行200米就嚟到呢度，由呢度咧電梯上6樓，就係我 T 台眼鏡中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小倫哥，告訴你啲一個好消息。今日咧我就簽咗呢個奶茶呢個德國嘅鏡片，佢嗰個鏡片咧屬於係世界係一流噶啦。佢到底係有啲咩嘢特別之處咧？今日我就同大家講下。奶茶咧係一個德國嘅牌子，佢係每一副鏡片咧都係由德國本土製作，佢咧係擁有100年嘅光學嘅歷史，度數佢好精準嘅，佢可以精準到1度。大家知道其實而家其他嘅品牌鏡片咧，佢嘅精確度都係到5度，呢個咧就可以精確到1度。佢嘅鍍膜工藝咧，佢係反光點好少嘅。又好硬淨，大家都知道啦。佢嘅徠卡相機咧係好出名嘅。其實徠卡呢個鏡片咧，佢仲有一個品種就係呢個攝影雙光鏡片。呢個就係專門為攝影師打造嘅鏡片。佢可以睇清楚遠，睇清楚近，就可以迅速嘅切換遠和近。佢呢個鏡片咧，佢係雙光嘅，不過咁樣睇咧，佢就好似普通嘅鏡片一樣，睇唔出佢係雙光嘅，因為佢係無影嘅雙光。呢個產品咧，如果戴漸漸適應唔到嘅，就可以戴呢個無影雙光嘅鏡片。徠卡佢嗰個鏡片咧，就係話佢嘅通透性啊、硬度啊，包括佢嘅反光好少啊，呢個咧就毋庸置疑啦。本身佢係產相機嘅，徠卡佢相機咧係好高端，而家就生產光學鏡片咧，就用到佢嘅專業啦。除咗佢鏡片生產技術之外咧，佢就運用生活測量光學技術，就可以做到無論你眼球通過嗰個鏡片嘅任何角度嘅睇嘢咧，都係清晰嘅。同埋真係有屈光參差高散嘅客戶咧，佢就可以做到鏡片更加美薄特別係真係嗰個屈光參差、高度散光、高度近視嘅客戶咧，佢就做到佢個鏡片嘅邊緣就更加自然，同埋咧就係降低嗰個盲區嘅干擾。佢呢一項成像穩定技術，呢個就係行業內佢係領先噶啦。如果大家想體驗下世界一流鏡片咧，就可以嚟 T 台眼鏡中心配一副徠卡呢個鏡片試下。記得點讚、評論、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歡迎大家。